今仔日上班的时阵，有一个查甫爷夫，伊就捎介新的菜鸟仔同事，就过来遮，互大家熟悉捎介一下。这个是负责做啥物？有啥物业务会当找倒一人？当然，就知影迄个查某业夫啊，就无甲我当做足重要的伙伴。伊就挑过人过，后尾仔有可能嘛想讲哪会无嘛是想讲无甲我捎介，可能嘛无好，伊就安尼有甲我捎介。我嘛有讲客气，安尼拍一个招呼。毋过这查某业夫就足紧张，就强调讲若有啥物代志，就是找隔壁迄个同事。拢足惊讲若有代志伊会找我。伊可能有想要强调讲，上好莫找我安尼。伊头壳内底，就是有讲主要的人是倒一个，其他就莫找。我想讲，我想讲无找我嘛好，因为即马就是，叫人找着嘛是加无用的，而且我嘛开始想开一寡代志，就是咧外口的世界，像讲伫烧钱的时阵，搭一个甲搭一个，就变即个关系足复杂。足侪人会去烦恼讲，咱若隔壁哪会是即种国家？咱若隔壁是欧洲，安尼毋知影偌好咧。毋久咧，毋久就隔壁同事甲我提醒，若讲体质好，无就是即个国家的系统做勇行，就真正就是徛好在，就毋免惊树顶做风台。可能就即种意思，就是心头定，就毋免惊讲你伫环境拄着安怎的人，咱定定拢是想要找着好的环境，是咱伫选环境，抑是讲环境选择咱，拢定定花花安尼。我就认为讲，若甲家己顾甲诚好，而且有自信，知影讲家己爱的是啥物，变做讲咱拄着的环境，真正有无共款的人，若亲像讲，厝边隔壁的国家嘛共款，有无共款的体制，有共产的，有民主国家，嘛有像亲像新加坡安尼，是较独裁，较宽威，毋过嘛无算是足恐怖的统治，就是有无共款的国家，无共款的信仰，民俗风情拢无共，文化语言真正的无共。若讲着我这个人，我嘛是讲定定拄着的店员，若讲台语，大家反应嘛无共款。有的反应就是会甲你指指吐吐，甲你指指吐吐。有的是足感动的，知影讲你伫练台语，台语嘛伫要无人通好啊讲，伊就甲你欣赏，阁愿意甲你教，嘛是有。
嘛有人就是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反应。有可能是伊的环境、伊的想法、伊甲刺背，拢无共款啊。若讲我逐工伫求讲，我想要拄着的，就是最友善的台语环境。安尼我着足辛苦的，而且嘛感觉讲，这会当去的所在愈来愈少。你爱找家己箍仔内底共站的城，共一站的迄个共一站的人共缘的人，想法共款的箍仔内底学找啦。咱着毋是做，咱着毋是做拍拼，咱有分段，嘛毋是讲足高讲足紧着甲人迄个距离足紧着活起啊，嘛毋是安尼的个性。若讲咱着有人就是安尼啊，有的人啊，伊就是分甲足清楚。我想讲，这应该就是若亲像查某的夜妇共款。伊毋是讲尽人拢好，伊着先分讲，这个人是会当合作，伊讲的话，逐个拢听有。搁有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分数，伊着分甲足清楚的，变做讲会使甲即个查某夜妇斗阵工课的人是愈来愈少。伊就会讲，这个人莫找伊，这个人会使找伊，就变做伊会当合作的同事，就剩几个尔。搁有人是无法度合作，伊就讲袂愿，看这个人，有可能拢是看着伊的欠点，应该是安尼。对即个查某夜妇来讲，有的人伊是看伊的优点，毋过伊对某一部分的人有可能毋是家己人，无就是一开始的印象无好，伊就是拢看着伊的欠点。我想讲，我嘛莫安尼莫去学这无好的所在。我会当看着每一个人的好处，安尼着变讲天地愈来愈宽，而且我嘛毋免讲去找找讲好的环境，是讲即个环境，我去待环境着变好。我就是目睭拢看着好的所在。对每一个人，拢会当随缘。我相信讲，有的人就是甲家己较我，信念较共款，有的人就真正较歹斗阵。安尼嘛是会当看伊的优点，毋过就是随缘毋免去求讲。有一个标准讲伊对我足配合，工课上真爱问我，安尼较算一种认同，算一种肯定，实在无必要安尼。就随缘啊。若讲对方即个查某夜妇，总是看着我的欠点。安尼嘛无要紧，我相信讲有其他的人，看着我是看着我的优点，一定就是有人看着我好的一面，嘛有人看着我可恶的一面。这一切拢是一个缘分，就无需要讲，无需要讲
家看足重诶。这就是我今仔诶体悟。若体悟讲就是有诶人甲我是较好斗阵，毋过生活中嘛有一寡人就是看着我就毋知影，就是讲想要好好合作，拢有即个困难诶程度，毋过嘛无要紧，就是着看互开，毋免一直去想讲即个人为安怎要安怎要对我诶态度安尼，着若亲像讲同事，遐济人，我若甲因讲台语，嘛是有诶人，做搁一直批评，讲我台语讲甲安怎，甲我阻挡，因若耳孔有听着，伊着被动诶，就是爱就是爱去批评一下，着爱讲你哪会遐奇怪？有诶人听着我诶台语是即种反应，有诶人是讲安尼趁即机会你伫学，我嘛来学哦。有诶人就是假先做无听着，着照甲你讲华语。有诶人搁安怎，就是无共款诶人，嘛有可能我甲伊诶关系、甲伊诶感情，搁有即个人伊本底，伊即摆诶对台语诶看法，对我诶看法，对一个当地学台语，伫较正式诶公司即种场合，讲台语，每一人拢有无共款诶看法，这是嘛足复杂。毋过咧，我就是我诶重点，就是甲这就是笑就会当，毋免搁郁卒，搁忧郁。我就是定定着甲啥物现象当做是对我这个人诶不认同，若讲较具体，就是讲即个查某诶夜妇，伊毋知影啥物原因，着甲我问问题，甲我讲话，伊着掠狂。当然伊有伊诶原因，毋过咧，就是我无需要讲安尼，以后听着伊诶笑声，就开始讲今仔日子无水，实在无必要讲安尼生，我想讲我会当讲，知影讲无共款诶人，伊看着我，看到诶毋是真正诶我，伊有可能无看到我上大诶优点，伊用伊诶角度，看着我可能看着欠点，有诶人就是知影讲无要紧毋是每一人拢遐完美，每一人拢符合家己诶期待，毋过即个查某诶夜妇，有可能伊就会变做讲，甲即种代志看足重诶，就若亲像讲，我若看我知影这要安怎解说就若亲像讲，我当第一学台语诶时，想要讲，我用台语甲人讲话，希望对方伊若台语袂歹，就应我台语，这是我诶期待。若变做讲，我知影即个人台语袂歹，毋过足奇怪，伊就偏偏要应我欢喜，毋过伊可能看着后壁有一个阿嬷，伊就开始
用足顺的台语甲阿嬷讲话。伊的头壳内底有可能就感觉讲，看着阿嬷讲台语，看着其他的人讲华语，伊嘛无想遐济。而且我嘛毋是讲台语一讲，伊就互伊做自然的，就用台语去回应。伊有可能就心内想讲这是假的台语啊，嘛有可能。变做我的回应毋免讲足艰苦的，家己囥甲放大，囥甲反应足大，变甲足有情绪的，无必要安尼。就若亲像讲，即个查某夜妇，伊有可能甲无共款的人伫公司职接，有即款型的，嘛有迄款型的。伊实在嘛，就是讲伊甲我职接，我的反应有可能毋是伊期待的。若亲像讲，我对外口的人讲台语，我嘛有一个期待，对方应我台语。毋过咧，就是变讲对方就毋是按照我的期待。即个时阵实在毋免有即个情绪，即个情绪就压起来，实在无必要。就若亲像即个查甫夜妇，有可能伊足看重公司内底职责即件代志。就若亲像讲，我足重视讲，我伫咧外口对别人讲台语，我就足重视讲，若别人对我应台语，就是一种认同。讲我嘛是台语人啊。伊若应我华语，就是讲，你这台语就听起来就足无台语气，掠准你伫讲华语咧。我的思想就是会安尼去想会变做迄个查某夜妇，有可能伊对工课上嘛有期待，讲别人应该爱安怎回应伊的问题，针对伊的重点。若亲像我，加讲几句，啊无就是讲啊无水气，伊就掠讲，伊的情绪就起来。迄种情绪有可能就是我期待外口的人听着我的台语，嘛会应我台语。有可能是共款的期待，共款的认为理所当然。即个查某夜妇有可能就是想讲，伊安怎甲我沟通，我理所当然应该针对伊的问题，讲啊足简介的，足重点的。即伊就是有可能伊就是对这方面就是会掠讲。就变做讲，我若要创造一个环境，就是讲，是因为我有够有够快乐，有够自信，变做讲活起来，拢认为即个环境诚好。就若亲像讲，即个查甫夜妇，当然伊袂认为讲伊行起来，每一个拢是做好的工课上的伙伴，伊就分啊，去潲解甲菜鸟仔潲解嘛爱强调讲，你着找即个找迄个，安尼算来算去，指头仔拢算，指头仔拢会当，就指头仔会拗拗的，就即几个尔。毋过咧，若是换另外一个人，伊的角度就是讲，
伊身躯边即个公司每一个人拢是伊足好诶合作诶对象，拢看到即个同事诶优点，伊就行较大，倒一个拢是做好诶伙伴，拢是做好诶同事，合作诶对象。我希望我嘛是会当讲，去倒对，拢感觉对方是真好诶人，拢对我足有帮衬诶，毋免讲一开始就想讲，这个人着爱钱，这个人真无客气，这个人安怎？应该是每一个人拢是要来甲我教，连即个查甫诶夜妇，伊嘛是为着要互我知影一寡代志，会较会出现啊。我若用即种角度，就若亲像我想讲，对查甫夜妇来讲，就两三个人是会当合作诶对象，而且伊嘛诚无自信，较会足惊我诶。实际上，我哪有啥物好惊？我是一个足热心、愿